有看过原住民的祭典活动吗？你们没看过吗？上网搜寻啊，YouTube 啊，YouTube 啊，不太会讲英文的。那我相信有些朋友不太认识原住民的活动，或者不太认识原住民的语言啊。但我这张专辑其实11首歌里面有9首都是阿美族语，然后里面放了1首中文歌，为了让大家听得懂哦。对啊，就当做我是那种从韩国来的，然后为了来台湾发展，然后放了一首。这样希望台湾的朋友会喜欢我的，蛮有趣的哦。就是在这张专辑的设计里面，其实我现在要唱这首歌，早在10年前就写好了，是一首中文作品。但之前发专辑，不管是在乐团时期，还是自己发母语专辑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把这首歌收进来。于是乎，这首歌就一放就放了10年了，孩子都很大了，很大了。这首歌是关于我自己的家乡，我来自台东都兰，听过都兰没有？这都兰国小知道不？真的有这个学校，不是开玩笑的，我是杰出校友。然后我从小在都兰长大，都兰国小毕业，都兰国中毕业，然后没有高中了，所以读高中就要到市区，也没有很远啊，台东市。那时候都兰现在交通比较方便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的话。刚好暑假，我觉得这个时间还蛮适合的，就风光明媚嘛，然后很多年轻人又回来过年，我们的过年啊，丰年祭，对，平常的时候都是老人跟小孩啊，还有鱼，因为靠海嘛，是靠海吃海的。这几年东海岸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就开始有一群朋友，不管是做艺术创作还是做文化工作的朋友，愿意投入在都兰，然后或者是沿海一带的很多部落里面做这些事情。所以这几年东海岸的文化发展我觉得算是蓬勃的。去那边不会只有好山好水，也不会通常以前我们都说我们台东好山好水啊，好无聊。现在不会了哦，就是还有很多文化的这种创作或艺术创作都可以看得到，或者甚至可以体验到、玩得到。当然，其实喜欢都兰或喜欢东海岸的，也不只是这些文化艺术创作者，就可能还包括一些商机啊。所以开始有BOT， 然后盖饭店。台东算台湾的后花园吧，台东花莲。这么漂亮的海，这么漂亮的山，你们现在去哦，去看海景第一排，没有人跟你收1毛钱，免费的，原住民都这样分享的民族。但是那个饭店盖起来啊，就像垦丁一样，饭店都盖起来了，你要看海景第一排啊，不好意思有8000、1万起跳，我的感觉是这样。虽然那边大家会觉得啊，原住民好像没事有事就还我土地一下，还得很辛苦，但后来还是没有还到啊。但是其实要的只是那个公平公义，土地是属于土地的，人都只是这土地上的一份子。当然我知道人都需要寻求发展，发展的模式我相信不是只有 BOT 或者是盖饭店这一种，你也可以盖那个茅草屋啊、传统屋，就不要破坏土地嘛，但是盖整排的茅草屋还有 WiFi 可以让你们打卡，既具有当地特色，又可以方便大家的需求，不是很好吗？又不会挡到很多人的视线。我的想法很多，但其实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喜欢这块土地这片海。但讲到这里，我就要求大家一起
还我土地，反对 BOT， 好像又很奇怪，好像我是社会反抗一份子这样。然后我秉持着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偶像，心情我觉得不应该只有这样的，所以我把这首歌就写的可能就大家会喜欢的那一种抒情歌，它很像一首情歌，然后用的很像一首巴萨诺瓦的节奏的编曲，但是如果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会喜欢这样的音乐，那等于是给我机会，让我有机会告诉他，其实这首歌里面的其他的故事是什么。很希望大家还是很喜欢，就台湾台东这片海岸这片山，那一起爱护它。这首歌名很长哦，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有多字吗？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16个字。没有关系，你就看那个封底不是写歌名最长的那一首，对不对？大概超4公分吧。然后这首歌还蛮妙的，就是后来公司也同意想要把这首歌拍成 MV 一样。然后拍 MV 的过程啊，为了要选女主角，就我都秉持着要给原住民青年机会的态度啦，就是不管是那个 MV 里面的女主角，都觉得应该要给原住民机会这样。但是导演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他觉得土地跟海洋也不是只有原住民在爱护的，其实还有很多人也跟着原住民一样爱护着这片海这片山。所以在阐释这个女神之前，他觉得那个身份不用这么界定，一定要是原住民的演员或者是歌手的。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看到这首歌的 MV 啊，不好意思哦，女主角是各位的女神水獭。也好啦，算是导演替我谋福利。那水獭会答应，让我其实也蛮讶异的，因为其实歌词的本身还蛮有社会运动的氛围，一些，但是他没有那么在乎，然后他的经纪人阿沙杰也同意让水獭去拍这首歌的 MV，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所以在一个主流的位置上面有这么具有影响力的愿意支持这件事情的，有机会去 YouTube 去看他嘛，那个里面我很帅，水獭很美，不过我还是要很真实的告诉大家，然后现场来唱这首歌，献给大家，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